这平安，咱三个来串联今仔日要唱的诗歌，第一首是圣诗173首，173首。这首是祈祷日子甲献心的诗歌，咱在唱的时阵爱想伊的歌词哦。等一下吼，咱等 PPP。好，来，预备，来。恩救耶和华主显现，变心中光华。等一下，甲一摆位头，咱三个来练习吼，预备，来。恩救耶和华主显现，变心中光华。恩救耶和华主显现，变心中光华。我心所造，我内拥有。恩救耶和华主显现，变心中光华。第二站。恩救显现的高飞，变心各在
第二位圣诗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第3站，咱用歌词念一遍吼，这边我无念就好，咱用念的啊，照拍来念吼，来预备来，转眼一变做做变乱，那树铺云消无，小厝内的有言文化。充满希冀天笑。好，咱继续唱第4站，预备来。一阵风吹进幽边，云中下披当时，婉转一见，临高回头。到这，请有带手机啊、关机，也是关做震动。
就伫上帝圣所称赞伊，就伫显出伊权能的强壮学乐伊，就因为伊大权能的作为称赞伊，就因为伊的至尊至大学乐伊，所有的喘气的拢就称赞上主，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我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173首，恳求永活主圣神。请起立吟全首。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世人中我。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对兄倒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过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再来交托启文，启文第14篇，也就是诗篇46篇，我来去请兄姐做伙来。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快乐。虽然地大变动，海水迎涌哗哗吼，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摇动。列邦哗哗吼，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的所在。伊压枝江站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同心阿头来祈祷。听阮的主上帝，感谢你伫阮生命中赏赐恩典，你的美善甲祝福总是甲阮同在。就算伫困难的时阵，阮犹原会当看见头前的愿望。
大派想着你的良善，阮的心内就充满感谢。求主互阮的眼光注神看你，用你的平安充满阮，你配得万民永远的乐乐。主啊，感谢你伫阮烦恼的时阵，成做阮的力量。你慈爱的话语，甲出人意外的平安，支持阮每一天的生活，互阮会当伫困境中继续行落去，互阮信心甲耐心，听候你应允成就的迄一天，互阮伫每一件事拢选择信靠你，得时不得时拢学了你。主啊，求你互阮一个感恩的心。特别伫阮无愿意的情形下面，由阮选择顺服甲感谢，互阮的生命成做你意爱的款式，将家己的需要放伫你的旨意后面，相信你会供应我的需求，你是公义信实永袂到改变的上帝，互阮的嘴发出对你的呵乐，互阮的目睭敢若看见你的荣耀。互阮的心思意念明白，无一件事毋是出自你的善事，愿阳光拢归于你。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昨天我对要用凡你的脚所打的应允土地，带领咱的敬拜。
刻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2章，咱要对第1节读到第21节。《使徒行传》第2章第1节安尼讲：五旬节的日到，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忽然有声对天顶来，亲像透大风，充满因这座的规间厝。阁有亲像焚鬼的火子，对因出现，晓伫大家人的顶面。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迄时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对世界各国来，住伫耶路撒冷，听到即个声响，众人就拢聚集过来。因为大家人听到门徒用因的本地话对因讲话，煞讲去，因就惊佮奇怪，讲：你看，这个伫讲话的，敢毋是拢加利利人？咱哪会听到因拢用咱甲大家人大的所在的语言伫讲话？咱遮的帕提亚人、比提亚人、伊兰人，以及对美索不达比亚、犹太、甲加帕多加、本多、甲亚细亚、布鲁加、甲邦菲利亚、埃及、甲我近古里内的利比亚地区内的人，嘛有对罗马来的出国人，内面有犹太人，甲改装入犹太教的人，阁有克里特人甲阿拉伯人。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在地的话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大家就惊佮戆影，问来问去，这是啥物代志？有人踢笑讲，这个人是啉新酒得醉。这个时，彼得甲在个使徒徛起来，大声对众人讲：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恁就知，注意听我的话。这个人毋是照恁所想的酒醉，即阵才早起时9点。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上帝讲：伫将末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神拼落去，互所有的人，恁的囝、查某囝会讲预言，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恁的老人会做梦。搁伫遐个日，我嘛要将我的神拼落去，互我的仆人甲女婢，因会讲预言。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伫地上行神迹，有火、火甲烟雾。伫主大佮荣耀的日来临以前，日头会变做黑暗，月会变做亲像火，遐尼红。迄时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拢会得到救。今仔日咱敬听的廖平牧师免咱宣讲的信息是：伊是倒是因。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愿你的圣神降临踮伫观中间，帮掌管认捌你的作为，帮掌管会通用逐款的文字来宣扬你奇妙的拯救。主愿你的圣神丰丰富富赏赐阮智慧，互阮对你的话语，阮领受帮赞，阮也知如何正做祝福别人的人。愿你踮伫阮中间，祈祷靠主的名，阿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踮伫这个有充满多元选择的时代中间，我毋知影咱感觉是一较好，还是多较好咧？到底是一较好，还是多元会较好咧？这个答案真歹回答着。我捌拄过一个兄弟，伊食饭足有意思，伊会当逐工拢食同一间餐厅，同一出菜。听起来敢若生活过了就简单呢，但是当伊正做团契的会长的时阵，咱就知影痛苦的所在伫对啊。当伊正做团契会长的时阵，伊就真正逐礼拜拢叫迄间便当店，然后搁干那迄个招牌的便当，食到一个坎赞是礼拜煞转到厝的，我看到迄个便当，我已经看了都惊啊！但是好处是啥物？
免选择最好决定的。最好决定的，无论安怎团客，即礼拜就是食这但是食半顿也是食一顿，大家拢会惊，所以大家人佫开始埋怨，袂当干那拢食一间便当店嘛，敢袂当佫换一个，好佫换，但是佫换到佫拄着啥物问题？逐礼拜换边仔的人咧艰苦因为伊讲。我敢若知影，我逐礼拜就敢若订即间便当店，我就敢若食即出。恁即马爱我选择，安尼恁爱互我知影我爱去选择啥物？即马换逐个人艰苦因为逐个人到拜六，咱拢爱开始提供即马有倒一间便当店，搁爱食倒一出。逐礼拜就开始天下大乱，搁经过半冬了后，即马要安怎？即马佫经过半冬了后，佫转去食迄个，佫转去食迄个原本迄出，是一有一的好，多元嘛有多元的好。重点是到底点伫什么时刻，咱要做什么款的选择，也就是讲，上帝到底要点伫即时，互咱拄着什么事？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圣经节，点伫圣神降临节，咱定定咧读。有这多元的语言充满点伫即间厝中间。伫搬过节50天，这个门徒聚集做一伙，大家人聚集，因想要做啥物？其实这个人聚集点伫即间厝内面，因是咧面对搁来咧，到底搁来要往对行？因为因确实知耶稣已经对死过活，因嘛知影耶稣上天但是耶稣上天过来咧，过来要安怎做？伫这个时阵，所有的人聚集，圣经对咱讲，有声对天顶降落来，那亲像大风伫遮咧扇，充满规厝间。忽然间，因看见有那亲像火会分开的火子降落点伫人中间，大家人开始讲出无共款的语言。读这段圣经，咱会感觉听起来袂歹，因为多元的文字点伫这中间。但是若一个人点伫遮看到，咱即马会感觉这间厝发生啥物代志？可能规个拢混乱。若是即马一个毋捌耶稣的人，忽然间入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伊发现讲，踮伫即间教会，即马有人咧讲台语，有人咧讲华语，有人咧讲客话，有人咧讲原住民的阿美族的布农的，全部踮伫遮规厝间，咱感觉人会安怎看？听起来敢若怪怪，对遮个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代志？看起来整个的局势是混乱的。踮伫遮尔济多元的处境中间，非常的多元。济犹太人嘛，因为这个声真响，所以因组织来到伫遮，因感觉足奇怪，到底遮个人咧讲啥物？但是当因真正认真去听的时阵，因听到啥物？因发现讲，遮个人竟然咧讲的是因这个族群的母语。是因用无共款地方的母语来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伫这个混乱看起来真多元的时刻，因所讲的是用逐款语言来传讲上帝伟大的所在。读这段圣经节，咱一定会想起创世纪的一段圣经节，对无？踮伫创世纪中间，咱对巴别的故事非常的熟悉。踮伫巴别的故事中间，所有的人同心合意要来起造关塔。迄个时阵，逐个人讲共款的语言，有共款的心志，迄是一。这个速度嘛非常的紧。关塔愈起愈悬，但是愈起愈悬了后，咱也发现讲，人的心也愈来愈大。人的心愈来愈大，到伫上尾因感觉讲，我会当掌握家己的命运，我会当亲像上帝同款，因为因
望讲因家己要成做上帝，上帝互迄个一成做济，也因为语言混乱啊，因无法度沟通，开始产生了济冲突，所以迄个关塔就无法度继续起落去，到上落尾看起来是关塔，落尾正做是浮云，一日多日乱，看起来倒完会带来混乱。所以这个时阵，咱会当想象，对这个文道来讲，当耶稣基督搁我上天了后，因咧想的是啥物？咱敢会当合一？咱敢会当合一？好好啊，同心合作来宣扬福音。无想到讲，这一阵风吹来的时阵，逐个人所讲的是无共款的语言。因无共款的语言，哪亲像将因带转去过去迄个失败冲突的记忆中间。逐个人踮伫边仔，一直咧问，到底发生了啥物事？嘛有人咧啼笑，这个人不过就是啉酒醉嘛。遮尔济的文字，遮尔济的语言，竟然会带来冲突，也带来啼笑。咱读到这个时阵，咱一定会问：如果这真正是上帝所吹的风，为什么这么济却会带来到这么济的啼笑甲冲突呢？2000年过了啊，时代一直咧转变，咱也愈来愈清楚知影，咱进入到伫一个多元进步的时代。有时点伫祈祷的时阵，咱会向上帝祈祷讲。主啊，会当互我搁较济无？但是搁较济，敢真正是好吗？济敢真正是好？搁较济的物质生活，咱需要的可能是愈来愈大间的厝，愈来愈济的选择。滴到上尾啊，咱逐工拢咧问讲啊，明仔载要食啥？因为愈来愈济选择，定伫每一个家庭中间。敢毋是拢安尼吗？今仔暗时要食倒一间，啊边仔的人就安怎回答？凊彩，到底要食啥？逐个人愈来愈侪选择，却愈来愈无法度决定我即马到底要安怎做选择。咱一直想要坐，心内底想的其实是一，敢会当有人替我选择？人咧期待世界会当变化。但是爱照我家己的意思来变化，世界会当多元，但是爱照着我所惯视的价值观来创造多元。咱会发现，咱行到伫巴别的试探中间，咱一直想要有迄个一，迄个一是啥物？是咱每一个人人生中间想要亲像上帝的欲望，想要彰显家己的骄傲。当教会也定定咧讲合一的时阵，咱也踮伫讲合一的过程中间，忽略了每一个地方有地方的差别，每一个民族有每一个民族的多元。咱一直想要找到一套会当用一来起造关塔的方法，无想到讲到上落尾，咱一直咧经验的是混乱甲多元。伫圣神降临节的今仔日，咱学习观看圣神的工作。逐个人拢会问，到底圣神是啥物？到底圣神的工作是啥物？有一段真长的时间，踮伫台湾的教会中间，咱讲爱有灵魂，所以咱讲方言、讲语言，会当做异地，会当有侪无共款的方式。来表达信仰，这个都也造成了教会中间的混乱。侪人认为一定爱安尼，一定爱行灵恩，才会当代表教会复兴。但是另外一边的人嘛会走出来讲，无，咱基督徒的传统都应该爱是什么什么，多元却造成了混乱以及冲突。其实重点毋是多元的问题，是每一个人背后
拢有迄个追求别人爱甲我同款的欲望。每一个人拢想讲，别人一定爱甲我同款，啊，别人应该想的甲我无真大的差别吧？这个问题，这个现象，毋单点伫台湾的教会，其实点伫全世界的教会中间，拢一直咧面对，到底圣神的工作是甚物？卫理公会的神学家叫做威廉蒙的这个神学家，伊讲，伊一直咧追求一项事，就是互教会真做教会。伊讲，今仔日教会有两款的不安，两种的不安，头一个是教会困去啊。什么叫做教会困去啊？教会困去啊，就是每一个兄弟姊妹，每一个基督徒认为讲，教会干那会当是安怎？教会干那会当是安尼，所以开始拒绝有新的物件走入来，也是拒绝济无点伫计划中间的代志发生，无任何新的代志。逐礼拜来就是拢共款，一切拢真共款，一切拢是一。但是当教会困去啊，却无人会发现，佫会继续人宣扬讲，无，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团体啊。伊讲教会其实已经困啊，但是逐个人拢毋知。另外一种，伊讲教会嘛陷入点伫攻击的危机。狂热的危机，这个攻击的危机是啥物？就是一直办活动，一直拍拼办活动，为着要惊讲人数减少，所以一直用无共款的活动，将教会用了非常的热烈，惊讲若是往无这个事的时阵，教会会失去社会影响力，教会会无法度搁继续传福音，所以一定要用足侪的方法。来，互教会愈来愈热烈，愈来愈丰富。伊讲这两款是现主时教会所面对的危机，一项是已经困去啊，一项是过头了攻击。到底是困去，也是过头的攻击？我感觉无一定的标准，无一定的标准去判断讲啊，倒一间教会就一定是困去，还是伤过热情。也是倒一个信徒，都一定是倒一边。咱爱学习的是，点伫遮尔济无共款中间，重新去看圣神的工作是啥物？圣神就是迄个超越过咱经验的事，会一直发生的。圣神会一直点伫咱中间，做出超越过咱所想象、咱所知的。所以，若是对伫遐个困去的教会，咱咧强调圣神的工作的时阵，检查圣神会透过济无点伫计划中间、无点伫暗算中间的事，一直发生，来互教会重新搁活起来。但是，若是教会搁过头，一直咧强调爱有遮尔济活动，爱有真热烈的处境，才会当互教会复兴的时阵，圣神的工作检查是好。在教会学习讲，你爱静落来，你爱停落来，爱重新去看，到底上帝咧做啥物？所以，愈强调圣神的工作，咱嘛踮伫这个时代，愈去知影讲，我应该爱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所以，踮伫《使徒行传》第2章这段圣经节，济人讲。这是教会的开始，圣神降临是教会的开始。踮伫这个教会的开始，因做了啥物？咱看到啥物？当圣神亲像火字降临踮伫咱中间，用无共款的方法咧讲出上帝奇妙作为的时阵，教会的开始是咱看到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每一个人拢有上帝丰富的恩赐，每一个人拢会当用家己所熟悉的语言，用逐款民族的语言，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但是当这个冲突开始咧产生、踢球开始咧产生的时阵，
咱阁继续看到彼得甲其他11个使徒徛起来，因勇敢地宣扬上帝的作为，因为因知人会踢笑，只不过是因为无明白。人会踢笑，毋是因为恶意想要去压倒别人，来证明家己比别人搁较好。人会踢笑，只不过是因无明白那尔。所以踮伫这个时刻，彼得向所有的人讲：，伊讲，恁爱知，恁爱认真听我所讲的话。恁认为这个人是恁酒醉吗？并毋是，因只不过是应验先知约珥所讲的话。踮伫迄个日，上帝的神要摒落踮伫每一个人的身上。少年儿女要继续宣讲上主的信息，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看见异梦。每一个人拢要宣扬主的名，每一个人拢要因为见证主的名、呼求主的名，通得到拯救。伊讲的是，逐个人爱勇敢起来吧。圣神已经降临踮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伊咧使用咱，用咱家己所会晓的、所领受的文字，讲起上帝伟大的作为。踮伫巴别的故事内面，上帝的作为拍破的是人类的骄傲，所以上帝福音一二道。但是踮伫五旬节圣神降临的时刻，上帝福音真做道，但是这个道却经验圣神的转变，真做一。这个意是啥物？唯一的拯救在伫上帝，唯一的拯救在伫耶稣基督的开展。巴别的一是出自人的野心，递到分裂。五旬节的一是因为圣神的工作带来连结，圣神的临在，互咱看见教会会当阁继续向前行。耶稣基督已经将这份使命放伫咱逐人的生命中间。上帝要选调一个人，永远会超越过咱所认知、咱所想象的。咱敢有想过，上帝如何来呼召你吗？上帝如何来使用你吗？咱敢有观看到圣神的道源，逐日踮伫咱的教会中间发生吗？其实，真做牧师，我感觉上界有福气的代志是啥物？恁知无？真做教会牧师，我感觉上界有福气的代志是，我逐工会讲对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看见圣神的工作。逐工踮伫教会中间，看到这兄弟姊妹来参与聚会，嘛看到这丰富的事一直踮伫咱的教会中间发生。我毋知咱有看到最近教会绿化无？足侪植物充满踮伫咱的四周围。过去咱所看到的，敢若都是建筑物，但是即摆有足侪植物出现踮伫咱的身躯边。有人奉献，有同工咧努力维持遮的植物，互咱的教会增加侪多元的色彩。伫咱的教会中间，咱也看到，咱有真好音乐的人才，因的文字咧讲起上帝奇妙的作为。咱会当有音乐的团队，有音乐的演奏人才，来真做荣耀主的工具。咱嘛看到踮伫后面的展览场内面，一摆搁一摆的展览，咱所看见啥物？一摆搁一摆的展览，有年长者，有少年人，有小朋友，因用无同款的方法，有写毛笔的，有画图的。有翕相的，有侪多元的文字，一直充满踮伫咱中间。毋但是安尼，也踮伫咱的教会中间，我会不断看见
有人用祈祷来支持教会一的事工，有人踮伫每一个需要的所在，勇敢踏出去，分享福音的传单，踮伫遐咧传福音。有人踮伫病院中间咧关心病痛的兄弟姊妹，有人踮伫建筑的所在，一直咧关心教会者歹去要安怎处理。咱敢有看见信心的丰富吗？大家人上大的困难就是，其实人会拄着上大的困难就是，咱永远会对家己的眼光去认为，只有安尼才是对的，只有伊才是我对教会的想象，也是我对基督徒的想象。但是信心一直用超越过咱所会当看到的方法来提醒咱，咱敢有看到信心的多元甲运行，踮伫咱的四周围，毋但踮伫咱的教会中间，也踮伫咱的城市中间，踮伫咱整个台湾中间，信心一直咧讲侪丰富的作为嘛。所以我讲，逐日踮伫每一个无共款的服侍中间，我感觉上大的福气是，我会当一直学习观看信心的工作。信心真丰富，信心也一直咧使用无共款的人。通过这个事，咱也会不断去问：咱到底要如何开始？每一个付出，每一个咱所看到的成果，其实我拢会一直去观看，讲到底一开始迄个感动是啥物？一开始信心藏伫咱心内底的感动到底是啥物？有时其实嘛无真特别，都是敢若想要画一幅图，也是敢若想要唱一首歌。也是敢若看到这感觉会当搁较水一个，敢若一个真简单的动机，就真做咱真做上帝罗卜的开始啊！咱会当用咱家己的方法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我读到一个故事，讲有一个头壳非常好，伊的家境也真好的少年人，伊一直咧面对讲。到底我的人生要往对去？伊讲，因为伊的家境真好，所以定踮伫伊的家庭中间出入或者因老爸的朋友，拢是好野人。所以当伊踮伫一个看起来真好野的处境中间，咱想看觅，伊认为伊未来的人生会往对去。伊就开始咧想讲，我应该会当成做一个生理人吧。我应该会当成做一个生理人，我会当赚真侪钱，我会当买真大的土地，我会当过着亲像我的老爸甲伊的朋友共款，这叫做人生胜利组，人生的胜利组。是踮伫这个家境中间大汉的囡仔，伊会安尼想，咱一点拢无意外。毋过也踮伫这个家庭中间，因为因是一个认真敬拜上帝的家族。所以，当伊一直咧望讲，伊未来的人生会当迈向一个赚大钱、好的成就，或者是生活的时阵，伊讲有一日踮伫无注意的中间，有一个想法进入到伫伊的头壳内面。伊讲：你袂当安尼行，你未来要成做上帝的罗卜。这个少年人讲，伊从来毋捌想过这个代志。伊认为讲，踮伫这个遮尔富裕、遮尔丰富的家境中间，伊应该所行的，就是照伊的老爸安排的路，会当照安尼去行。无想到讲，忽然间，迄个声音进入到伫伊的头壳内面，讲：你未来要成做上帝的罗卜。这个少年人讲，伊讲，这个问题一直困扰我。这个声音一直成做我生命中间真大的困扰。我感觉这个声音甲我所想要行的路完全无同款。为着安尼，我流目屎；为着安尼，我艰苦。
但是到上尾啊，我感觉我应该爱顺服。后来这个人真做上帝的奴仆，咱真歹去理解，咱嘛就歹去料想伊到底迄个声音是啥物。忽然间，迄个声音进入到伊的头壳内面，竟然会带来生命遮尔大的改变。咱毋知影圣神到底如何踮伫伊的生命中间感动伊、呼召伊，但是今仔日咱知影。今仔日咱知影的是，圣神确实差遣伊成就济济丰富的工作，完成了济济超越过咱所想象的工作。因为今年是伊来台湾150周年，伊就是巴克的牧师。这个人就是巴克的牧师。伊讲，当伊听见圣神的声音的时阵，伊一直咧面对这个。互伊感觉困扰，那会这条路是超越过伊所想象的。但是当伊顺服了后，今仔日台湾确实对巴克的牧师看见了圣神的丰富。迄是今仔日咱感觉伊是一个伟大的人，但是当迄个时刻，伊只不过就是一个少年人。伊只不过就是一个面对未来我应该要行什么路的少年人，就哪亲像一礼拜会考考了，会考结束了后，济学生咧问讲，我过来要去读倒一间学校，过刷来济大学生嘛一直咧，高中生嘛一直咧问，我到底要去读倒一间大学，要读什么款的科系？其实迄个时阵，下巴克的牧师。甲咱每一个青少年拢是共款的，咧面对人生到底要做什么款的选择，但是圣神的感动踮伫伊的生命中间，咱敢有共款的确信？咱会当安算济济，咱会当期待济济，毋望咱会行前，照着一个向前的方法，会当达到目标。但是咱敢有想过，如果圣神要踮伫咱的行前的生命中间工作，圣神会如何呢？圣神会如何引带呢？圣神启示人，真做宣教师，感动人去关怀弱势的人，也使用人参与踮伫城市的建设、社会改造中间。圣神毋那踮伫伟大的人中间咧工作，嘛踮伫咱每一个平凡的人中间咧工作。圣神关押踮伫咱中间，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咱是年轻还是年老，对细汉到伫大汉，咱所看到彼得所宣讲的这段话。这个儿女拢被宣扬主的信息。少年人，恁会当继续有异象；老年人啊，恁爱做义望，恁爱继续完成上帝踮伫咱生命中间的丰富。到底有一日，咱会发现讲，是我已经尽职完全。看起来是一。也是倒，也是倒，也是一。实际上，咱所咧看到的是圣神，互咱每一个人真做完全。当咱用咱的文字来回应的时阵，是圣神的工作，互咱真做一体，互咱真做一间教会来讲起上帝完全的拯救。所以今仔日，愿圣神降临踮伫咱中间，愿圣神呼召咱，成做伊心中的奴仆。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一字多，多一一。去做关塔时，河顶整齐，河顶动心，那亲像会当看清天下，互万民拍败。即阵风吹来，
混乱了口音，混乱了心智，选拣一字都日乱，已经成做浮云。自这小厝里，多种语言，多种文化，看起来充满惊奇，充满天笑。这阵风吹出拯救甲稳定，多日一字全，完全已经来啊！以主声音，主的声音，逐日会对咱讲话，圣神会逐日踮伫咱中间运行搁做工，感动咱，帮助咱，互咱勇敢向前。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成做咱的回应。至圣的神听愿祈祷。至圣的神听愿祈祷，愿这罪离心的根，历代归属稳定无限，请咱无敌坚信，当心去做管他精髓，破天下万兵怕败，一阵风吹大乱口音，搅乱心智河海，全干一边对变乱，那秋蒲混消无，小厝内都古建文化，充满喜气的笑。一阵风吹拯救阮顶，阮将合一当时现，完全已经临到会中，喜气尊主声音，至圣的心听愿祈祷，换世界最新的历来为数稳定无限，请来无敌恩赐。阿门。让心来祈祷，主愿你的圣神降临，感动阮的心，吹起阮每一个人的热情，互阮清楚知，阮一切所有拢是你所想事，互阮会当尽阮的气力，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完成你所托付的使命，互阮的性命通见证你拯救的恩典，也互阮身躯边的人因为阮通得到福气。愿你丰富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互阮逐日看见你济济恩典充满威力，互阮的生命哪来哪丰富，哪来哪喜乐。愿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让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
请坐。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咱过来这礼拜拜三，咱的圣经学堂会休困一摆吼，因为咱拜三有个别礼拜，咱这礼拜会休困一摆吼。好过来头一项报告的是，今仔日咱北克的人文讲座要踮伫下晡2点吼，伫迄个南神的礼拜堂咱会邀请就是即摆负责来修复南神礼拜堂的张玉煌建筑师来请做咱的讲师，向咱介绍整个南神礼拜堂修复的过程吼。望咱若是有兴趣的兄弟姊妹嘛。免特别搁报名，咱直接下晡2点踮伫南神的礼拜堂内面，会当踮伫遐来参与吼。好，过来咱踮伫8月初3父亲节的讲文联合礼拜中间，咱会举行洗礼甲献信礼。所以你若是有意愿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吼，请咱会当对即马开始报名。咱若有实咧关心的福音朋友，你想要邀请伊会当来做伙领受洗礼，会当甲伊分享即个消息。所以咱就照即个时间会有迄个只要真理的课程，踮伫7月27会问道理。若是要报名小儿洗礼嘛，会当一直报名到7月27。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伫宜家的事吼。好，过来第三。咱协会甲中华基督教病院文史博物馆会合作一个咱台北医师甲因亲人的展览吼，踮伫6月13会踮伫张基文史馆来做开幕请咱为着这个事来带导。好过来咱后礼拜有报名宣告160周年纪念礼拜兄弟姊妹吼。请咱会记哩，咱后礼拜有报名，咱2台车的兄弟姊妹，早起7点半，踮伫大礼拜堂中间集合吼。咱若是点名有确定拢来，咱就会准时出门吼。因为咱望会当较早到伫迄个红山体育馆遐请咱会记哩这项事，你有报名会当7点半来报名迄个搭伫后壁吼。报名迄个我后壁遐粉红色去张就是请咱大家会当做伙来致意吼。好，过来，咱的教育部踮伫6月22下晡2点到5点有旧约游踪的讲座。若是你想要对教育有搁较侪的了解，欢迎你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好。好，搁刷来咱等的礼拜刷以后，咱踮伫共款踮伫咱101的展场，咱即期要来开始是肖老师肖林奎老师的摄影展吼。肖老师就认真，我昨踮伫遮咧看，伊个输出的画质真正有够好好，所以信心的丰富踮伫肖老师的生命中间彰显出来。所以咱等下会踮伫后边遐来举办一个开始的祈祷吼。好过来咱也继续为着咱集体关怀的消息吼，头一项。何俊贤兄弟甲施佩君姊妹踮伫昨有举行结婚礼拜，因为今仔日因中昼踮伫中华过年吼，所以因后礼拜才会做伙来到伫咱中间。过来第二项献香兄踮伫5月25民主稳调所以咱会定伫6月11踮伫这礼拜拜三。这礼拜拜三上午8点半，伫殡仪馆3之1号入殓室来举行日验礼拜。下晡2点，踮伫咱的大礼拜堂来举行个别礼拜，请咱也踮伫祈祷中间继续关心子玉子月因的家庭吼。过来后礼拜拜6明志甲心仪要结婚踮伫后壁来徛一个，互咱大家熟悉一个，后礼拜要结婚。后礼拜要结婚，所以后礼拜拜6上午9点半，踮伫大礼拜堂要去举行结婚礼拜，愿上帝也祝福踮伫因的家庭中间。好，今仔日有足侪位是迄个肖老师的朋友做伙来支持伊要开展的，我做伙读好无？谢明路、黄雨欣、黄玉洁，过来吕央明，过这是啥？郑兰是生，还是这字我看无。好，安尼会当请肖老师遮的朋友做伙徛起来无？做伙欢迎因来到伫咱中间吼。好，请坐。好还有一位陈家士，
对德州回来吼哈，欢迎伊来到伫咱中间吼，甲咱做伙来敬拜，互咱礼拜煞会当继续互相交易甲分享。好，咱来坐念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请兄弟做伙来读两摆。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使徒行传2章40节，来做伙来。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使徒行传2章40节，搁一摆。因拢受圣神充满，照圣神互因的才能，开始讲别种语言。使徒行传2章40节。我要来吟祝福车恳的诗歌，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吟诗山，请牧师为咱祝祷。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是紧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长老我水，比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去啥所在。愿主赐福你心是紧的安宁，甲你分享主的天堂，亲像长老我水，你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做伙领受上帝祝福，愿咱得到主上帝极大的疼，通过耶稣基督见证伊道成肉体的拯救，也照着圣神的气力帮助咱，互咱逐日活出伊的丰富，互咱逐日见证伊的名，直到伫永世代无煞。阿免。